今日看新北市这一栋大楼的态度，为11楼向落落台，隔着一个过路搭，规个头壳是落血流，地送病院。市府认为这社区无做好管理的责任，依照建筑法、甲管委会罚10万块。车真侪大路向一阵烟雾飞起来，煞着看到规头壳吹起石头，原来是大楼有泰路落落来。当时一个查某人拄好经过，互泰路撞到，造成头壳受伤，当场会彻地，赶紧互消防员救治，刚才是无性命危险。警方到现场，赶紧用黄线围起来，避免搁再有人员受伤。现场当时真混乱，社区管委会甲环保人员甲这泰路一并清运，停伫顶仔卡的机车也有泰路撞到，当时也有经过民众也差一点仔就有泰路撞到。小朋友就经过这个路口，那一进来之后，大概隔了几秒钟，整个这个墙外的瓷砖就掉下来了，所以是蛮危险的。这应该是这个大楼比较久的，如果掉那一块的话，有可能会延伸到旁边。新北市派人到现场勘查，确认泰路受社区11楼外壁落落来。依照建筑法规定，建筑物所有权人也是公务大楼管理委员会必须慎尽管理的责任，先罚管委会6万块。依法规若无改善，会连续来处罚。处社区6万元的罚款，并且请社区紧速来检视，如果有其他有立即掉落疑虑的部分，应该要紧速的来去做排除。那是因为外壁北楼致人伤亡，后续也面对民刑事赔偿的责任。因为常常听到泰路落落来事件，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也提醒，伫天气好天落雨加冷热转换时，外壁泰路落落来情形恐惊较严重。地方政府应该落实相关外壁巡查、列管甲通报管理的机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